大悲禪院又稱大悲院，此內現存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清朝順治年間已存在的一座佛教寺院，佔地面積為4.2萬平方米。寺廟內的大雄寶殿，中央供奉3尊高5米、重約30噸的緬甸玉佛，亦有從魏晉到明清各代的佛菩薩造像幾百尊。我呢個唔俾入嘅。另外，大悲殿內有一尊泥塑貼金的24臂觀音坐像，據說無論你企喺邊一個方向，菩薩的目光都隨你轉動，慈悲注視。咁有歷史價值，佢除咗係國家4A 級旅遊景區之外，2013年亦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及漢族地區佛教全國重點寺院之一。拿着你上去没有？这样拿塞下。活的往前，卡住了，卡住就行。上完。慢点慢点，别喷着啊！过张哪扣哪个？行，都太高了。谢谢师傅啊，默默主行，那默默的。我看看还废了一个，废了一个我还得抠出来进主的像啊。越进主的像。咁過對面食嘢咯，食嘢之後過返嚟放啦。唔俾上去嘅呢？我路經得個嘛？天津之眼摩天輪坐落於永樂橋中央，被譽為旅遊設施和文化重要的地標，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建在橋梁上的摩天輪，兼具交通樞紐與觀光功能。2010年11月被評為中國國家4A 級旅遊景區。值唔值見仁見智，因為最靚嘅景已經喺酒店房可以望得到。所以我哋唔做籠中鳥，而且揀呢間酒店嘅原因係由酒店步行就已經可以到達想去的地方，大悲禪寺、望海樓教堂、古文化街、意式風情區等等，超級方便。
意式風情區，總面積約28公頃，前身係1902年設立的意法租界，亦係意大利喺海外唯一的租界。至今保留咗百幾棟歐式洋樓，全部都係由意大利建築師設計，是亞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意大利風貌建築群。都唔想轉眼電影院喺呢度噴水池啊嘛，唔奇啊！呢度除咗有名人故居之外，兩邊仲有好多露天咖啡館、西餐廳、特色酒吧同文創市集攤位。沿路仲會聽到街頭藝人拉手風琴。一到夜晚，氣氛真係超熱鬧、超浪漫。好大嚿點食啊！完了，章鱼小丸子你试吃了吧？你都忘了嘞，有了我点来噻。把那毛肚都给你抓一把来。白菜豆。爆汁面豆腐，是呢，一落雪，大串15兩串，15兩串啊！咁兩串就真係抵喎。大串15兩串，15兩串啊！中書閣原本想入去湊下熱鬧，影幾張靚相，可惜人多到插針都難。不愧為天津網紅最美書店。冬季限定溜冰場，我哋冇得滑，睇人玩都開心。行到街尾，仲有間小型展覽館，免費入場。有時間可以順便望一望。2樓係展區，3樓賣禮品。現場有講解員。
覺唔覺好迪士尼 feel 啊？津灣廣場，好迪士尼 feel。和平區的一處海河河灣南岸，與天津站前廣場隔海河相望，由歐式風格建築群與現代超高層商務建築共同構成，被譽為天津封面。開放式廣場可以眺望海河景觀、解放橋、世紀鐘及天津站全貌。每晚下午6點30分亮燈，下午7點30分至下午9點30分燈光秀。姐，喺上面有人跳舞。係啊。解放橋，一座建於1927年，至今仍在運行的全鋼結構可開啟式商業立轉橋。佢唔單止係最古老的鐵橋之一，更見證天津近100年歷史變遷與戰火硝煙。如果遇上重大節日、5·1、國慶的深夜，會驚豔開橋。行過解放橋，對面就係世紀鐘，高40米，重170噸，全個用金屬打造，機芯由製造中國第一隻手錶嘅天津海鷗錶業操刀，外圈鑲嵌12星座的青銅浮雕，配合 S 型太極的長桿，簡直就係一件巨型藝術品。日本電影添啊，仲好，謝謝。咩本嘢？今日行路太多，需要補充蛋白質。不如咩啊？有嗰啲牛